兄弟姊妹平安，今仔日是2020年10月初6。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19篇49节到56节，申命记第5章22节到33节，第6章第1节到第3节，哥林多后书第5章17节到21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伫主里。有一首诗歌，伊的曲的名叫做《伫主里》，英语的title 是 In His Time。歌词安尼写：伫主里的时刻，伫主的时刻，伊互万物拢好。求主逐工提醒我，求主逐工教示我，一切的事拢有上帝的时刻。伫主的时刻，伫主的时刻，你互万物拢好。主愿我所献性命，主我所唱的诗歌，拢会当得我亲爱主所欢喜。这首诗歌其实会当帮助咱来思想今仔日的经文。无论是咱咧看《申命记》第5章到第6章的经文，或者是《哥林多后书》第5章17节到21节的经文，咱接续昨的经文，《申命记》第5章第1节到21节，讲到10条诫以后，今仔日的经文其实是咧讲到遵守的重要性。因为颁布迄个诫命的目的是要互以色列人来遵守的，毋是用来做参考用的吼。遵守诫命是要互遮个已经伫埃及住真久、埃及化的以色列人来改变，进入伫耶和华上帝的内面，享受甲上帝同行同在的美好的时间。但是结果并不是安尼，咱看见以色列人，因搁咧思想过去伫埃及做奴隶的时阵虽然咱咧讲人对上帝出埃及但是因的心犹搁伫遐咧做奴隶。即种的状况会通讲，因是无完全的进入伫主的内面，伫进甲出的中间因无准备好要来互上帝来完全改变，因为因无愿因全然来跟对摩西所甲因颁布这个诫命，敬拜这个唯一独一的上帝。伫申命记第6章第1节到第3节的经文，安尼讲，这是耶和华恁的上帝所命令教示恁的律例法度，互恁伫所要入去的得到的所在，所要得的业的地来行伊，通互你甲你的子孙一生敬畏耶和华你的上帝，接受伊一切的律例。诫命就是我所命令你的，互你的日子得到久长。以色列你着听，着接受来行伊。互你通伫迄个流年甲蜜的地得到享福，人野加天济，亲像耶和华你的列祖的上帝应允你的。咱看见以色列已经领受上帝的救恩，才接受到10条诫的诫命。上帝并且应允因继续来遵守这个诫命的话，就要伫应允之地继续来领受伊的看顾甲赐福。哥林多后书第5章甲咱讲真清楚的一个概念，伊讲若有人伫基督内底基督里，伊就是一个新创造的人。旧的代志已经过去一切拢变成做新的。同款的，伫基督的内底，就是爱活出基督的性命，这就是爱遵守迄个诫命。亲像咱伫昨昏分享到的，伫主的内底，也是讲咱讲基督内底，就是爱立志来遵行伊的旨意甲诫命，
全然的军队主的旨意来行，成做一个属基督所创造的性命的人。咱搁倒转来看今仔日的这个诗歌的歌词，伊讲求主逐工提醒我，求主逐工教示我。第二个伊搁讲，主愿我所献的性命，愿我所唱的诗歌，安尼伊望拢会当得到主的欢喜甲接纳。这是一个真重要的决志，就是讲伫主的新生命内底的一个基本要求，咱必须爱献上咱全部的生命，亲像新的诫命所要求咱的，用真心、真力、真诚、真意，这个拢是用全生命来听上帝，用全生命来听人，成做一个新创造的人。伫主里的时阵，伫主时阵，伊互万物拢好。求主每日提醒我，求主每日教示我，一切事物拢有主的时阵。伫主里的时间，伫主时间，你互万物拢好。主愿我所献生命，主愿我所唱诗歌，拢通伫我亲爱主所欢喜。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0年10月6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19篇49到56节，申命记第5章22到33节，第6章的1节到第3节，哥林多后书5章17到21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在主里。有一首诗歌，它的曲名叫做《在主里》，英文的 title 是 In His Time 这个歌词是这样写到的，他说在主里的时刻，在主的时刻，他使万物都美好。那求主每天提醒我，求主每天教导我，一切事物都有主的时刻。在主里的时刻，在主里时刻，你使万物都美好。主使我所献，主愿我所献生命，主愿我所唱诗歌，都能蒙我亲爱主所喜悦。这首诗歌可以帮助我们来思想今天的经文，无论是申命记第5章，或是第6章，或是哥林多后书第5章17到21节的经文。我们接续昨天的经文，申命记第5章1到21节的10诫之后，我们继续谈到这个遵守的概念，或是说遵守的重要性。因为颁布诫命的目的是为了让以色列人来遵守，或是说让相信的人来遵守的。不是用来参考用的了哈。那遵守诫命是让已经在埃及住了很久很久的埃及化的以色列人，能够真正进入到耶和华上帝的里面，
享受与上帝同行、与上帝同在的那种美好时刻。然后我们从圣经里面来看，他们并不是如此，因为以色列人还是在思想过去在埃及的种种生活、为奴的生活。虽然他们人跟着摩西、跟着上帝出埃及了，可是他们的心仍然关在埃及为奴的状况。或许我们可以说，他们没有完全的进入在主的里面。在进出的之间，我们似乎看到他们还没有预备被上帝来改变，因为他们不愿意遵守，或是说不愿意全然的跟随遵守摩西所颁布的这个诫命，敬拜那唯一独一的上帝。在申命记第6章第1节到第3节的经文这样说：上主你们的上帝命令我把以下的法律诫命教导你们，好使你们在将占领的那片土地上遵行。你们和你们的子孙都要终身敬畏上主你们的上帝，服从他借着我传达给你们的一切法律诫命，这样你们就可以享长寿。以色列人啊，你们要留心听，并且要遵行，这样你们就会照上主我们的祖先的上帝所应许的，事事顺利，成为强盛的国家，在那流奶与蜜的肥沃土地上定居。这是上帝给以色列人的诫命提醒。那其实我们如果回头看，以色列人其实已经先领受了上帝的救恩，除了埃及才领受这个世界的诫命。上帝并且应许他们，若继续来遵守诫命的话呢，在应许之地居住的时候，将要继续领受他的看顾与赐福。哥林多后书5章则告诉我们，若有人在基督里，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同样的，在基督里就是要活出基督的生命，如同我们昨天分享到的，在主里，或是说基督里，要立志遵循上帝的旨意，活出那种活死的生命，全然的跟随上帝的旨意而行，成为一个属基督新造的人。我们再看看那首诗歌的歌词，他说：求主每天提醒我，求主每天教导我。第2节他又说：主愿我所献生命，主愿我所唱诗歌，都能蒙我亲爱主所喜悦。这就是在主里面新生命的一个基本的要求。我们必须要献上全生命，如同新的诫命所要求我们的，要用这个尽心尽力尽意来爱主的我们的上帝，也要爱人。我们要因此成为一个新造的人。